Hello，我毋知为虾米拄则录影断去啊吼，可能有人无爱看，我先甲网络关掉。好，网络关掉来测的迄个信息就会无去啊吼。我要因为乌的代志倒位无说无济，上济着国民党啦，我家己即个党啊吼，就是爱有即个心理准备吼，无落甲迄台北张个一甲子，网银毋伫咧，罗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网银毋伫你查。好啦，来，爱简单，食细粒仔囝，嘿，你会当写诗，你会当讲台语，好啊，去传诶。好，即个好啦，莫搁讲迄歹听话啊。好，这是昨因为过12点嘛吼，6:45的时阵吼，伫个五结，遮无啥物人大啊，遮监理站诶，这监理站是家人监理站，头前无人大，后壁无人大，遮讲话应该还好吼。好，这首诗爱简单，食细粒仔囝，意思就是讲咱无团结，嘛念伊就倒啊啦。好，五结写诶吼，我后来有去查啦，是伫个全家便利商店诶五结滨海店。头壳内面一直投入来信息，甲我讲，遮毋是五结，靠腰咧！我伫甲直接查了这五结啦，五结滨海店。白贼讲遐济，我就写诗互恁，送互恁，读册好无？学做人诶道理，吼。目睭花，粒仔拢总叫因菜花，目耳孔重，老鸭碗啦吼，哪会甲人相共？头壳空，病院偌远，毋着隔壁，办法拍，即位掠了，搁规大官，吼！你要用台语的白话写诗，拜托安尼无？要了啊，无啦，过来，这一条就知我讲啥吼？过来，吼。Bienvenue à notre île du côté à gauche。我中文的解说叫做“金山欢迎你，大家小招来斗阵”。迄啥物意思？山的前面后山嘛，我的前山就安尼，大家小招来斗阵吼。好，这有4句吼。第一句是“狗囝犟分静静”。第二句是鸟母看变寒寒，第三句是秘密罔搬敢有影，第四句是母面无面 ，Oh my god， 什么意思咧？狗囝犟，分静，什么静？就静啊，吼，会怎的静吼？好，狗囝啊，吼。台湾的查某大部分拢狗囝吼，所以我头前写一个 sperm 的意思就是足够分静的吼。下骹这阿母着安怎？鸟母哦，哎哟，鸟母是毋是会做熟？做熟看变寒歌，用心肝为心肝编一首歌，编互人听，用家己的肝来编的。变互家己的心肝，拢是即个遮乱转的鸟的母，看变哦，哎哟，可命。